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讲安尼大细声去开我啊，我嘛是大细声去开我的囡仔嘛，所以咱知影这个上梁不正啊，下梁就歪啊，因此这个帅教者就是讲去教囡仔这个人啊，本身啊，本身爱做了挺好啊，来住就是去安好啊，咱知影好第一啊，就是勤劳，家己做，我都是挺好的呀，就刚刚讲一个囝，家己的这个父母，伊的小家，已经变得好。那咱知影咱学到进行啊，看会一个原因啊。咱知影讲迄囡仔有无？细汉囡仔啊，咱来学在买爱的话，咱会问一下，对头前敢是，咱只要问一下后壁的嘛，后壁的电话嘛，咱拢嘛问一下头前，你身体若是包的，卡的，干干，听无？来保护甲好安尼啊，咱学校去嘛看一个原因啊，最感动的就是啥？为虾米？咱是看一个查甫人啊，伊迄间啊伊听无做歹来的时阵啊，头前敢是一个咱囡仔。咱从停车场红绿灯的时阵啊，咱从门口安尼甲伊看啊，过过来看，毋是呢，伊头前是包一个老人啊，迄个老人因为较细汉啊，所以咱看起来咱袂做是囡仔，对咱毋是，咱一看着咱就足感动的啦，伊细汉的时阵，伊的爸母安尼甲伊顾甲好好，但是大汉伊的爸母老的时阵，伊嘛是。
边啦。哦，啊，无就是讲咧安怎，伊看你做地，你死人来。